唔結婚老咗點算？做咩啫？你以為結咗婚就唔會老㗎？其實結咗婚都會老嘅，而且老得仲快啲。如果佢生埋個仔出嚟，哇！咁你即刻就由靚女變阿嬸，陳冠希變條本生，啲魚尾紋都可以夾死人。老咗點算？唔係睇你有冇結婚，而係睇你有冇銀紙。如果你而家有一定嘅經濟基礎呢，咁你確實係可以嘗試去尋找愛情，並且步入婚姻嘅。畢竟有錢人終成眷屬㗎嘛。但係如果而家你窮到連底褲都穿晒窿嘅話呢，咁喺呢個 moment，我覺得你最需要嘅唔係一段新嘅婚姻，而係一條新嘅底褲。嗱，你去睇下呢一隻迪卡醬10A 抗菌95增薑長絨棉男士底褲，水洗300次都仲有效抗菌，長期呵護你嘅根基。採用精梳紗線，親膚柔軟，透氣舒適，3D 狼隊立體支撐，維他黨可以確保你嘅18厘米唔會離家出走。10A 級抗菌嘅內檔，再加上99粒按摩顆粒，仲含有生蠔提取物。對你細佬好啲，佢咪祝你新婚快樂，百年好合咯。